来讲，台南机场自从疫情了后呢，真侪国际线是已经无咧飞，也最近市府就宣布讲年底之前要搁再直飞兴本甲Okinawa这2条国际线，希望会当来提升台南的观光发展。民众到台南机场准备登机，不过大部分拢是坐国内航线，所以机场内底等的民众也无多，使用率无悬。主要原因就是自2019年疫情冲击了后，台南机场国际航线大部分停飞。虽然这几年由仙台、清迈等包机复飞，不过一直缺少固定航班。总算在今年底有直飞兴本、Okinawa 2条国际航线。这边有到日本，我觉得还算不错。还不错，对。所以以往这边都只有到红的班机而已。对，大概。如果票价差了可能1-2万块，对，还是会去从桃园那边出发这样。如果我们可以直接从台南飞日本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很方便。台南登机飞越南航线1年半进前停止了后，市府积极争取拓展各航线，希望能带动台南观光甲都市发展。不过要面对提醒，要做好交通转接延续航线。这2条航线将为我们带来日本的游客。我们观旅局后续也会积极整合市府的各项资源，然后提供日本游客一个好的旅游环境。如果出了台南机场之后，这些观光客会不会寸步难行？早上9点50，如果你错过了这班，你就必须等到下午1点50，你等于午餐也没着落了。而且另外，现在交通局的公车的司机是非常的不足，所以这部分一定要抢在年底之前。按照开飞兴本航线12月23第1班，每礼拜2到5会飞；Okinawa 伫12月25是第1班，每礼拜4日会飞。初期各维持每礼拜2班，市府强调2条新航线开通了后，望吸引更较侪日本旅客来台南，会继续争取其他航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